迄大大车拼来看台湾查某脚球队3月就要去到澳洲参加 AFC 亚洲杯会内赛，公布31个人的训练名单。这届球队是定调女外选手甲资深的球员，希望传承经验，拼入4强，摕到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门票。就算台北电竞场当咧落雨，咱的查某脚球队队员嘛是真努力伫咧走动，为刷落来欧洲杯会内赛伫咧备战。泰国籍的新任总教练查克摩尔公布31个人的集训名单，包含现有的主要阵容，会将真侪为出国发展的选手列入去观察。教练团强调，所有的球员拢得透过集训的表现来争取代表国家参赛机会。They're willing to help. They're willing to help the team. They're willing to help the country. Yeah, I think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call them. It's not meaning that they will be in our the last squad for the Asian Cup. Just calling up to check, and then let's see how they perform in the training camp. Yes. 这阵查某脚球的选手上大的动力，就是顶一届伫咧印度的亚洲杯，咱的代表队离世界杯的门票敢若差1球尔。队长陈英辉表示讲，迄届唔甘愿的经验，就是大家前进的动力，希望会当把握机会，弥补遗憾。对我个人跟球队，就是中华女足都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像上次我们就是差1球嘛，就也有机会进到世界杯的那个资格，然后当然就是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把握住机会。为着要稳定军心，这届大赛名单嘛有袂少资深的学者。面对高强度的国际比赛，先摆丰富的实战经验，甲上场判断精细的能力，是少年球员上大的靠山。学习他们的那些观察，然后就是他们本身比赛的经验就比我们多，然后当然在场上，你看到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果然是学姐。公布名单了后，咱的查某脚球队展开强化训练。伫咧过年前集训1礼拜了后，这个队员敢若休29暝甲初1，初2就要飞去澳洲比赛，目标是要拼入去4强，摕到2027年查某世界杯的门票。讲新闻综合报道。